界维吾尔医学和药物研讨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次研讨会由维吾尔医药研究基金会组织，来自土耳其等国家的280名维吾尔医生、巫医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议上主要讨论如何继承维吾尔传统医学，以及出版维吾尔医药杂志等议题。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纳独塞夫丁披露，政府将委任国际伊斯兰思想与文明研究所，以负责过滤及证实任何有关中国维吾尔课题情报的真伪，协助政府做出正确的评论与判断。他说，我国谨慎评估各方提供的报告。同时，他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也表明我国会采取文明方式看待此事。他表示，我国不会全盘支持中国政府提供的报告内容，我们也不是公开批评中国，这是因为我们必须确保所阅读及接获的报告是真实的。必须获得真实的元素包括中国在新疆是否秘密囚禁100万维吾尔族人及进行洗脑，是否存在民族解放和分离运动，以及当地是否爆发恐怖主义运动等。据媒体报道，2018年11月，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的基因编辑婴儿案，在周一与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涉案的贺建奎等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身处事件漩涡的贺建奎被判入狱3年，罚款300万元。深圳南山区院方指出，经审理查明，南方科技大学原副教授贺建奎得知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可获得商业利益，逾越科研和医学伦理道德底线，贸然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辅助生殖医疗，扰乱医疗管理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周一，中国地下教会一位著名牧师被当局判处9年监禁。人权组织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压宗教活动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成都法院网发布通告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王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经营案一审公开宣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判处王毅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王毅是成都秋雨教会负责人。1年前，中国当局发起取缔地下教会的行动中，王毅及众多教友遭逮捕。中国政府要求所有新教徒都必须在中共领导下的3次爱国教会内从事宗教活动。索马利指一位居民国家策划了上周6发生在摩贾蒂沙的炸弹爆炸事件。上周末，一辆载有炸弹的货车在马加蒂沙一个安检站和税务办事处附近的十字路口被引爆，夺走至少90条人命，另有数十人受伤。索马利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周一通过推特说，当天的屠杀行动是一个境外国家策划，并表示索马利将在一个外国情报机构的协助下调查这起事件。目前，商务组织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